好啦，今日嚟到香港國際試食節，日期18至22號，即係復活節呢幾日假期啦。因為10點鐘先開始，依家先9點半。雖然頭500名有嘢送，但係都係冇乜人排隊。入場費就10蚊，哇，好貴啊！其實我就唔係特登諗住過嚟影嘅，不過撲街琴晚失眠啊頂，咁成晚瞓唔着，跟住今朝成6點鐘起身去麥當勞食早餐，哇！嚟到先後悔，我而家勁眼瞓，死啦！我要企埋一邊講啊！入嚟嗰啲咧，全部都係65歲嗰啲長者，大部分，因為65歲長者係免費入場㗎。仲要俾我攞到埋傳說中嘅贈品蟲草大王，我好似同啲長者爭飯食咁，我好有罪惡感啊！依家呢度有檔泰國美食，叫泰排檔。高過你平時開嗰啲。一包18， 9包135，行埋一邊先，好貴啊！呢個馬來西亞嘢喎，紫菜38蚊包，160蚊5包。睇下紫菜啊，韓國紫菜啊！哇！呢個試食節好似街邊檔咁，好難搞喎！救命喎！真係。我真係冇嘢影得落手啊！人又少，又話50咩？有30國美食。哇！你睇下啲嘢，咩參茸海味又有，哇！臘腸又有，好恐怖咯！冇啦，行完啦，真係冇乜特別啊，走啦，撇啦！唉，嘥我10蚊入場添。